中国大型战车登陆舰头一间出现伫咱基隆外海，海军讲拢有掌握，毋过是防志机讲乃无派军舰出去哪查。土耳其的杂志最近有看一张咧考西战争的图，毋过画对象却是引起伊斯兰教的民众抗议，批评无尊重宗教。日本鹿儿岛最近直直咧发生地震，震央附近有火山的屋石岛，11天来是已经观测到超过730台地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今仔日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到，这中国大型战车登陆舰是头一间出现伫咱基隆外海，离咱台湾本岛是干那560海里尔。专家就分析讲，这只登陆舰是中国的主力之一，负责登陆作战，有可能是来侦察关境的。海军讲，因有掌握，也毋过是去互这支讲是安怎拢无派军舰出去哪查。中共了代无停过，传出有强军大型登陆舰头一摆出现基隆外海。6月27日，有民众为上海坐飞机返来台北，看到海面上有军舰出入，赶紧翕。经过比对，亲像是强军072A 大型坦克登陆舰，相片的坐标位置离台湾本岛只有560海里。附近周遭竟然还没有我们基隆131舰队的舰队去拦截，还是海巡署的这个船舰。就算你有掌握，那你怎么可以让一艘海军的登陆舰就在基隆外海在这边放着？中共072A 大型坦克登陆舰会当载运250名武装士兵，搭载10台战车、直升机、气垫登陆舰，快速投射兵力，是中共主力登陆舰之一，负责执行登陆作战、运补物资。林玉峰认为，若为台湾北部抢滩登陆，恐惊对政经中枢发起攻击。专家表示，中共登陆舰过去多数出入伫华东外海，即摆罕见出现伫基隆外海背后，动机无单纯。那我们也密切掌握它的动态，不管它是实施了是不是相关的一个有关相关海域的一个重点的一个侦查。航道熟悉，或是有没有协同其他兵力来做一个协同，那这个都在我们一个征收掌握的范围，并适切的应处。比如说，返回东部战区的基地，或是北部战区的基地，或者是在遂行所谓战场的这个侦查跟熟悉环境，但无论如何都在台湾岸基的反舰飞弹射程之内。那强舰定侵扰台海，强军上航舰辽宁河山大河进前头一摆经过第2岛链，引起印太区域局势紧张。有关人士分析，中共凸显在岛链能力的绝对存在感。学者观察，上航舰除了演练组合训练，也向国际传达施压的政治信号。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国军的汉光41号演习对7月初9日起稿，进行9暝10日的操演，未来演练中国对普什地带侵扰，佮有反登陆作战。而且伫咧7月15到7月18之间，全台22个县市拢会陆续来进行城镇轮胜的演练。单警部管制交通，嘛演练去大卖场避难。备战一定毋是口号，国军顶现守护加强决心。汉光41号演习会伫初9实施，今年演习规模范围有12、9暝，演习上定舰推高。中共无清楚地带侵扰，意思展开边战转换联合反登陆、滨海甲滩华战斗，模拟强军登岛，国军投入创新功夫、持久作战，守护桃园机场等关键基础设施。另外，伫罗欧战争大出彩的无人机，国军正是精缩攻击无人机，会立伫即摆操演。灰色地带应处的场地设计开始，以完整的时段，不加速战演比来实施各项状况的设计，因此会一直到核心地区的防御，整个10天9夜是完整的一个做验证。针对中共可能伫汉光演习进前，也是操演期间，对台发动阵地作战，下酒平心，打击国军士气。国防部强调会落实积极反制手段。总统赖清德也伫汉光演习进前为官兵加油，这次国军面对敌情渗透、假性质攻击等无硝烟的战争做准备，也佫表示今年国防预算目标会达到 GDP 的3%。国军的重点已经不再只是赢那么单纯，更要思考如何防卫成功，如何运用各界物力与民力共同生存。
这摆汉光演习会结合社前尊心演习，有22县市参与。其中，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会用无剧本方式演练防空警报发放，正是灾难抢救应对民众甲大型卖场避难。当日演习管制区的部分，有关相关的营业活动是暂时停止。那停止的时间的一个部分，会由卖场的相关的一个员工引导民众就近一个实施避难。根据经正式统计，全台有8万2000多个的防空避难处所，会当容纳5483万华人。面对中共敌情升悬，军民同心，建构全社会防卫准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最近土耳其的杂志有看一张咧考西战争的图，咱像是伫咧为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也有犹太教的创始人摩西伫咧空中握手，架骹呢拢是飞弹咧轰炸。也毋过伊斯兰教是严格禁止将这穆罕默德形象化，所以这张图也随伫咧土耳其来引起示威抗议，批评无尊重因的宗教。警方即马是已经逮捕画这张图的作者、杂志的编辑甲美编，另外也针对6个员工来发出逮捕令。因那这杂志这边是强调讲，这张图这是要来表达这穆斯林甲犹太教的这以色列人伫咧战会当中死真侪人，无想讲要来侮辱宗教。几百个示威的民众聚集伫土耳其上大的城市伊斯坦布的有名的观光大街，而且和警方发生冲突。这条街路是土耳其考西杂志莱蒙的办公地点，各员工上定去的酒吧。群众来到这抗议，成为莱蒙杂志最近刊一张网架，意思是为先知穆罕默德和犹太教的教导认为讲是犹太教创始者的摩西，两个人伫空中握手，但是飞弹煞对因下骹飞过去，场景亲像是战争同款。这个示威者是真不满。认为讲莱蒙已经犯亲像犯着神明这种大罪，警方是对因写手令枪支和喷催泪瓦斯，要来驱逐这阵生气的群众。真侪民众因为安尼身体无爽快，互呼插去边仔休困。对这张网架真不满的，还有土耳其政府的官员和宗教保守派分子。警方甲为这张网架的佩莱湾的双手扣伫后壁，而且甲拖起伫楼梯顶。互逮捕的另外2个是美编和杂志的编辑，因互警方压制伫涂骹了后，就将对徛家带走，而且拖起伫警察车。其中的一个人迄当阵阁是烫只骹。土耳其的司法部已经根据刑法第216条开始调查，而且阁对其他6个员工发出逮捕令。根据法规，因犯的是煽动仇恨和敌意。对这莱蒙杂志是发表声明，表示讲是互误解啊。因讲为网架的佩莱湾本意是要讲穆斯林查甫人因为以色列强烈攻击无命，绝对毋是要来侮辱伊斯兰教和先知。因除了向感觉互冒犯的民众回息咧，嘛讲一寡解读是故意而且恶意的。伊嘛呼吁司法部门会当来打击这抹黑的运动，来确保因的言论自由。公视新闻新乐杯编译。台北地方法院今仔日搁再审理金华城案，原底是要来勘验前台北市副市长彭真生等等的证实录音，毋过说是雄雄传出这彭真生的牵手摔落去楼骹死亡。彭真生是请假核准，赶转去高雄处理，目前是已经排除外力介入。真侪民众党的支持者今仔日嘛走去伫咧法院外口来聚集，毋若要挺郭文德嘛声援彭真生。经历出动百人部署，支持者到场集合，田证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由民众党发起的集合活动，嘛因为法院搁再提醒郭文哲审理金华城案，也是先完成台北市副市长彭真生。原定初早起勘验彭真生的精神宫殿，由郭文哲等人申请，即日伊互人无正当询问，煞临时取消。因为彭真生开庭前接到家后链路楼死亡的消息，伫电话情绪激动。那今天目前彭真是当庭请假吗？对，先回去处理家里的事。彭真生话互人冤枉，控诉检察官的良心伫倒位。私底下讲想要互家后安心精神的时阵，才会认罪争取交保。即个因为厝内变故，向法院请假核准，赶转去南部。法检表示无法度确认伊的意思是啥，无方便回答。彭真生的家后经过相验，高雄地检初步排除有外力介入。突然发生了这样子的噩耗，那真的很让人难过。
出现毒害事件，反映照常规定，改做提早勘验前点挖开发董事长朱阿虎的精神功德。其中录音的内容，检方对伊讲，一个开始讲的大声，是因为你无坦白讲，希望你会当亲像前2届共款，顺顺啊转厝。啊，毋过爱看是毋是有详细交代案情。互维权集团主席的审警警律师质疑受到胁迫认罪，检方应讲，侦查检察官连判都无判，搁较无正当询问。检察官是把他要说的话塞到朱雅虎的嘴巴里面去，要朱雅虎说是，这已经不是有罪推定，这是罗织入罪。郭文棣知影平先生的家后过身，感觉真意外，也向受牵连的人表示失礼，也讲大家因为伊受苦啊。法院后一届规定排定初3，搁再提醒郭文棣的审警经台北市议员应晓薇领真侪被告，规工下审理经发生案，检辩一定会过激烈攻防。记者综合报道。7月2日要举行罢免投票，民进党立委是宣布要成立大罢免组讲团去斗催票。因为国民党也去到花莲来举办大型的宣讲活动，包括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等等，拢有到场呼吁支持者就要出来投无同意票。另外，屏东地检署是咧侦办民进党立委吴丽华的罢免案有涉嫌假电署，佮去搜查国民党的花莲、台东、南投甲桃园的党部。不同意罢免。支持者的国旗真欢喜，甲因围起来，大声喊讲无同意罢免。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布坤基和因某施金惠手牵手行入去会场。花莲反恶霸团结大会第1场伫北区花莲中正体育馆举行，包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馆长陈志涵和真侪南北立委拢有到场来做讲，呼吁支持者登无同意票。我们绝对不是傻子，对不对？对。我们是总统的头家，对不对？花莲守得住，台湾就有救。我们守住花莲，来抢救台湾。大家有听过罢免，没听过大罢免。什么叫大罢免？就是无差别待遇啦。只要是你是反对的，你只要是国民党的区域立委，我都要把你罢免。那样回风花莲，不过检调嘛，持续伫全台真侪所在发动敲吹。屏东地检署侦办民进党立委吴丽华的罢免案，提起人名册是涉及不实联署案，检调是分真侪路线，下4县市来敲碎国民党花莲、台东、南投、桃园党部，而且带走真侪人开始有谈。跟今天的罢免完全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是联署的问题。是那个吴丽华案吗？对，是吴丽华。我们真的清白，我们真的没有做啦，放心啦。不仅是南投县国民党部遭到搜索，人被带回，就连我立委的执行长也遭到家里搜索，人被带回。7月6大罢免的投票倒头算，拢总有24件国民党立委罢免案成案。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早起是宣布成立全台巡回大罢免组讲团，要帮助罢团在上尾阶段来催票。我们已经挺过最困难的第2阶段的联署，来到31-0了。全台涵盖有130万人左右来参与的，每一个人只要再拉一票，就有260万票。不方便或者是不敢签联署书的，在投票的阶段，你不用害怕，因为没有人会知道你投了什么票。林俊宪嘛强调讲，罢免是来到上尾冲刺的阶段，民进党全体党公职拢应该先把个人的特色扛落来，即马都是专心专意投入来帮助大罢免。记者综合报道。专署部最近完成公务人员请假规则的修正草案，定出一年有3天的薪薪调息假，列入去现行7天的带薪事假当中，唔免诊断证明，主管嘛袂当来拒绝。目前是已经送去到考试院来审议，相信年底进前就会当实施。政府煞薪薪调息假，目前第一线教职人员新北市每学期提供各中小教师有3天。为了建构优先安全这场环境，政府计划带头示范研究成立公务人员薪薪调息假。老师的压力也是蛮大的，我们要担任老师，要做好各方面专业的准备，不管是教学、辅导管教、班级经营、亲师沟通等等之类的。政府给学校老师有这样子的一个价别，我想是一个非常正向的。
根据了解，即阵啊，专属部完成公务人员请假规则修正草案，增订薪薪调适假，已经送考试院审议。全国差不多36.3万公务人员受惠，会纳入有薪水的7天暑假内，当年会当请3天，会当点钟计算，机关袂使拒绝，唔免减负证明，也袂使影响考绩。全世界价别最复杂的就是中华民国的公务员，其实我最大可不必，要做的是改善公务员的那个压力，或是所谓行政流程上的那个顺利。那公务机关它必须有一些咨商的机制来辅导。专属部解释，主要是考虑公务人员请暑假会有压力，所以才成立薪薪调适假。另外，公务人员若做无想要使用薪薪调适假，而且达到心理疾病的状况，也会当选择请病假应用。这个法条的适用对象就是一般政府机关文职的公务人员啦。那这目前还不包括事业机构跟那个军人武职那一块，我也不敢跟你保证这个什么时候了。不过应该今年内不会有问题吧？目前有薪薪调适假的职业别也无普遍，包括依照大专院校薪薪调适假参考指引锁定的高中职、大学生也甲特定单位，像讲警消、矫正机关、有心理辅导假等特殊假别。专属部嘛解释，目前的请假规则草案，敢若针对一般的公务人员，若通过了后，相关的药品顾人员也有可能会适用，受惠人数会更较侪，打造更较友善的职场。记者综合报道。社会高龄化，这失智症的预防甲治疗就真受到关注。即嘛有出现一种治疗方式，讲会当透过声甲光来刺激，互大脑的退化会当放慢。学者表示讲，这确实有可能会当来改善轻度失智者熬受起焦虑的症头。因毋过，这整体的治疗方式也阁需要经过验证，就连医师嘛保持无确定的态度。透过正子电脑断层对脑内面斑地分布来侦测脑部的生物标记，虽然检测会当早期诊断和治疗失智症，但科学家嘛当拍拼研究安怎互已经确诊的患者莫阁恶化。最近有研究指出40赫兹的声光刺激，在动物实验内面会当降低对脑部的伤害。40赫兹的话，刚好落在这个频率里面，它可以去诱发这个大脑里面这个伽马波的一个共振。临床的研究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整个的那个结果看起来的话，目前在临床上面的疗效是还不太确定。神经内科医师认为讲，现阶段必须要持保留的态度，而且要确认患者袂对声音和光线敏感。学者指出讲，目前国际上确实有发现讲，互轻度失智的时大人40赫兹的光照和声音的刺激，结果因爱上去爱做心，才精神症头有改善，但治疗机制还在研究。这个声光刺激可以去促进个案的这个睡眠品质，还有让他每日的活动量比较有规律。介入之后分布大概这个样子，没有明显的改变，所以目前无法减少人类大脑的类淀粉蛋白沉积。40赫兹的效果还是一定是透过皮肤，不然就是透过眼睛，不然就是透过耳朵。所以虽然在实验室上验证细胞的效果是好事，那我们现在的结论是，参数可能还是需要微调，因为现在的效果是待验证。专家分析，虽然有一寡研究发现讲，用40赫兹的光线去照鸟鼠，先讲声鸟鼠的大脑和40赫兹的 tempo 共步，改善记忆功能。但是嘛有实验显示讲，鸟鼠因为光照无爽快，无法度声脑波共步，目前佫需要验证，敢会当下物证来应用，嘛需要结合其他的治疗策略，亲像是做伙复健。上重要的嘛是伫早期介入，减轻脑部的萎缩。记者综合报道。连续5档全台湾上好嘅礼，拢是伫咧新竹市有带真侪科技业员工嘅关心礼。因为今年咧是去互台北市上山区嘅中华礼来取代。专家就表示讲，这有可能是因为这本来就有小巨蛋，本来就是较贵嘅地带。毋过这即马也阁有说，这银行嘅总部一寡主管级嘅拢来带伫遮，毋才会有关平均嘅收入。一栋一栋的透天厝伫遮摆一排，上班时间有将在居民伫遮行来行去。台北市松山区的中华里看起来是普通的老社区，不过根据财政部上新发布的综合所得税统计专册，中华里对过去的第5名一路超车，一口气摕到112年度全国上好业里。中华里本来就很朴素的里啊，也没有什么高官啊、大富翁啊，没有啊，就这样很惊讶。
觉得应该不是吧，因为大安区应该比较有钱吧。有钱就有钱啊，无钱嘛是无钱啊。有钱嘛食多，无钱嘛食多啊。里面嘛唔敢相信，根据统计，112年度综合所得前5名的村里，第一名是松山区中华里，平均数是526.6万；第2名新德市东区关心里461.4万，接落来是台北树林区的永福里346万，新德县的东平里和三丰村是341.6万和337.1万。不过，若是看中位数，中华里是干那98.4万，和前5名新德市的关心里、龙山里拢有超过250万来比，会当看出收入的分布是真无平均。我里面这2年就多一个凯基总部而已啊，其他几乎住宅也没有什么新建案。所以说，真的不知道。这里本身它的地段相当的精华哈，临近小巨蛋，而且呢，原本的台塑总部还有这个凯基金控的银行总部，其实也都在这个里。专家分析，中华里所得的中位数并无悬，意思是因为一寡好业人住伫遮来有关平均数，因为中华里的地段位真好，加上最近有金控总部进驻，像企业主金控高阶主管这关所得的人口伫遮设置。另外，112年股市表现袂歹，敢是股市所得有气力会当观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真侪人拢介意去日本佚佗，不过最近这鹿儿岛是直直的发生地震，这样附近有外火山的屋石岛，11天来是已经观测到超过730届地震，震度3以上的是已经超过50届，其中阁有规模5.1、震度到5、6的地震。虽然目前是无引起海啸的风险，也不过这居民也是惊到袂困着，学者嘛表示讲，得爱保持警戒。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